阿爺出計降火，振英變鸚鵡。鐵漢被自殺，真相未明就被火化，激起25000人嘅怒火，一發不可收拾。胡主席即時成為大家嘅追擊目標。呢個時候，中央出招啦。我們把社會的這種關注，及時向中央有關部門做了反映。據我了解，湖南公安機關已經組成了有經驗的刑偵專家，對事件做進一步的調查。調查的結果將會及時公開向社會發布。湖南省公安廳新聞發言人尋日接受中通社訪問嘅時候話，會委託法醫做屍檢。雖然有法醫話，就算火化咗，只要先前攞咗標本同影相，一樣查到死因。不過仍然被軟禁嘅尹正安就唔睇好啦。因為這個李大爺的遺體，它是這個最能夠最快速的提供李大爺死因和他死亡的性質的一個直接的證據。你這個遺體火化之後，它只能從其他的渠道、其他的地方來尋找那些那個證據來佐證他。當勞喺尋日最後一次答問大會突然良心發現，我認為呢件案件係有疑點嘅，我好相信內地當局好清楚香港人嘅意見，我亦都可以講俾你聽，我已經向中央反映咗呢個意見，我好相信當局會嚴肅咁依法處理呢個問題。一直歸宿尋日嘅梁振英喺中共下晝開聲話會調查之後，挨晚即刻鸚鵡上身。對呢件事我個人嘅感受呢，同香港市民呢係一樣㗎，一樣係有感受嘅。較早前我講嘅呢就係話我唔會公開去討論，但係呢香港人嘅意見呢，我係會反映嘅。不過藝人就覺得中央而家咁做只係緩兵之計，志在為7·1遊行消音，等大家唔好上街。佢直情係一個無良鸚鵡啦。一方面係學舌，另一方面根本亦都唔肯講翻佢自己嘅良心話。咁我哋覺得非常失望咧，就作為香港人特首咧，佢係連一句幫李旺陽討回公道嘅說話，佢都唔肯講。其實內地好多嘅問責都不了了之㗎，好似溫州動車事故咁，鐵道部主要領導都冇獲要咩，確實死傷名單到而家都未有。加上旺陽嘅妹同妹夫仍然失蹤，呼籲大家7·1繼續上街，直至李旺陽沉冤得雪為止。